咁啊，翻嚟第三節嘅人生字典啦，有我何文傑同埋 Dr. Lester 李尚仁啦，就訪問梁鳳儀校長嘅。咁提到你在任嘅時候咧，就推動好多嘅活動啦，咁遊學啊，要揾資源啊，揾老師、揾團隊、揾路線，咁都係好吃力嘅。咁但係即係影響到學生嗰個即係學習嘅動力啊，呢個好緊要。咁另一個我所知，你哋喺你任內咧就推動啊，叫一人一校一制服一人一校服，校服係一定有噶啦，制服即係制服團。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下呢個概念係點嚟嘅咧？其實係嚟自家長嘅，因為家長咧佢會同我哋講，哇！我個仔逢星期六日咧就喺屋企即係百無聊賴啦，可能好晏先至起身啦，或者打機啦。咁於是乎我就諗啦，點樣讓學生咧翻嚟學校係多啲係開心嘅？咁不如玩下啦，咁玩下嘅時候究竟點樣玩呢？因為其實老師1至5咧要教學啦，要輔導學生啦，或者星期六、星期日佢哋唔係休息啊，佢哋都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咁於是我就諗啦，點樣揾多啲外邊嘅資源嚟幫手？咁於是我就諗起制服團隊啦，咁制服團隊啦，因為佢哋都會派一啲嘅導師嚟到我哋當中。咁喺制度上邊，我哋就訂立啦，所有嘅中一學生都要參加嘅。咁就唔係諗佢想唔想參加，而係諗下佢想參加邊一個團隊。咁即係於是即係喺制度上邊，我哋做咗一個少少嘅改變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引入呢個資源啦，讓學生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啦。因為外邊嚟嘅導師啦，佢哋從事不同嘅工作噶嘛，佢哋都係一個義務人士嚟到學校咁樣樣。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咁啊兩全其美啦，讓學生翻到嚟可以玩，又可以接觸唔同嘅人。制度上我只不過少少嘅改變咧，就希望帶嚟多啲嘅即係效果咁樣樣。咁好好喎！我諗咧會唔會因為你之前都想做制服團隊？係啊，我係因為近視係係咪而家可以做翻啊？都係㗎，你真係好聰明啊！諗到總監啦可以啊。係同埋我覺得有樣嘢係咩咧？即係對嗰啲學生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出路嚟嘅。即係如果佢可能未必話我一定係成績好標青嘅都要入大學，其實好多嘅即係紀律部隊啊，其實都係佢哋一個好嘅出路嚟。咁佢自細接觸咗有個認識，咁之後咧其實更加唔會咁陌生我都覺得係個幾好可以幫助到啲同學仔嘅行為嘅。但係梁校長提過，你服務嘅都係啲基層啲嘅學校啦，咁啲制服團隊都要整制服嘅喎，或者參加好多活動都要收費嘅喎，有時即係點樣令到即係所有參加者都可以參與到佢喜歡嗰個制服團隊，又經濟上支撐到咧？其實都係要申請一啲嘅資助啦。咁其實政府咧都有好多嘅俾到學校一啲嘅資源嘅。咁我哋運用嗰啲資源啦，因為都有個彈性俾我哋嘅，有個即係決定點樣用嘅。咁我哋運用嗰啲資源啦，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即係揾到啲團隊啦，即係制服團隊咧，佢哋都有多啲嘅資源係俾到學校嘅。咁呢個係解決咗你頭先所講啦，制服嘅問題啊，或者係活動經費嘅問題啊，咁樣樣咯。咁啊令到每個即係學生都可以揾到佢中意做嘅即係制服團隊啦，因為都好多噶嘛嚇。咁但係喺你作為即係領導層去睇呢啲制服團隊嗰個成果係點咧？即係咪比較學習到紀律啊，或者係團隊精神啊？邊一方面會突顯咗咧？參與制服？都好坦白講，又唔係所有學生咧經過1年之後咧，第2年佢都繼續嘅。咁但係總會有一啲學生咧，佢就好醉心於呢個制服團隊。譬如佢會之後做學校嘅升旗隊啦，佢之後咧就繼續響嗰個團隊，佢可能成為呢個升旗手啦，又或者佢成為一啲單車嘅表演隊啦，或者成為呢個小鼓隊嘅隊員啦。咁呢啲咧就係俾咗個機會佢有一個轉變。我記得有個學生同我講，佢話：其實我最初冇乜興趣不過咧，我突然間發現咗咧，喺我個隊伍個團隊裏邊咧，有個師兄咧，佢好叻㗎，同埋咧佢管理得啲人好好，又照顧得啲人好好，咁所以咧，我以佢為一個 role model， 係一個榜樣。咁卒之呢個學生咧，而家咧一路都係好有毅力咁樣樣咧，出席晒佢哋即係佢本身個團隊好多訓練啦，亦都升咗好多柴啦咁樣樣，成為一個 leader 啦。咁我就覺得哇，呢個團隊真係幫助隊好多咁樣樣。呢個真係生命影響生命啦，即係佢俾一個師兄吸引咗，
有個參考嘅對象模仿佢，咁佢一路向住佢學習，佢做咗師兄做嘅嘢，就更加好。咁呢個真係好，我覺得個好正面啦。咁如果例如即係另一個角度講啦，有啲學生嚟，佢可能係有比如有特殊需要啊，或者係佢未必係咁正面咁去聽話參與嘅，咁學校又做啲咩嘢措施去幫佢哋咧？其實咧，我覺得揾啱人做啱嘅事情好緊要嘅。譬如有學生佢可能對打機好有興趣嘅時候咧，咁我就同佢講：哇，不如你參加啲比賽啦，我揾個老師幫你手啦，你哋組隊啦咁樣樣。咁喺佢中一嘅時候，咁我已經灌輸俾佢哋話：嗱，不如你哋組隊啦，你哋參賽啦，我揾個老師嚟幫手啦。咁就其中一個學生。佢本身個學習能力咧唔係咁快嘅，佢係慢熱一啲嘅。咁但係經過幾年，老師對佢個栽培啦，佢由最初只不過識少少嗰個所謂編程嘅事情啦，到佢2年之後，佢可以喺學校爭取到機會咧，跟老師去美國參加一個機械人嘅比賽。好犀利喎！又乜都即係識少少，變咗就可以整個機械人參賽。咁我覺得揾啱人就係揾啱咗個老師，個老師好有心去幫助佢，亦都揾啱咗佢有興趣嘅少少事情去幫佢，咁佢咪可以發展發揮咯。有見地，真係有見地。咁其實就係即係呢個配套就係做管理層要做嘅嘢啊嘛，係嘛？即係粒同突嘅配對啊，咁令到有個發揮嘅效應出嚟嚇。咁喺個過程即係有基層嘅學校，有好多時有好多面對有唔同嘅需要嘅學生咁嘛嚇，即係有啲特殊學習需要啊，有啲可能少數族裔啊咁樣。咁作為校長點樣去將啲資源恰當地俾到需要嘅學生嘅咧？即係回覆翻頭先問題，即係點樣揾到佢嗰樣嘢咧？佢個興趣。其實咧，咁校長咧就要成日參加啲活動啦，都要一齊參與出席佢啲活動啦。咁甚或咧，我自己會製造機會嘅。我就利用我有2隻狗仔嘅。咁我利用2隻狗仔啦，就係同佢哋多接觸，讓啲學生嚟同啲狗仔玩嘅時候咧，就理解佢哋多啲，問下佢哋日常生活點啊？你最近喺學校有啲事情發生咗喎，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啊？即係其實製造機會讓佢哋同我咧係親密啲。咁然之後咧就睇下佢嘅需要係啲咩嘢。咁有陣時就通下水俾老師啦。呢個學生咁樣樣話，不如你留心佢多啲啦。呢個學生佢可能有啲咩嘢係可以發掘得到啊？不如老師你係幫下手啦。咁就係即係揾啱人去做。幫下手咁樣樣，因為自己得2隻手做唔到咁多嘢啊！即係以身入局咁樣係咪？係同佢哋喺一路溝通，一路傾偈，睇下佢個狀態係點樣，個情緒係點樣，跟住即刻就一個好嘅反應翻去俾對應嘅老師去。呢個過程其實應該真係唔會話好，唔係一個好有即係唔係一個系統性嘅，係真係要靠自己逐個去活動去參與。有冇啲又係好大嘅得着喺呢啲活動嗰啲嘅學生嘅溝通裏邊得到嘅咧？我記得有一次個學生佢係犯咗校規，打爛個玻璃，佢死都唔肯講，即係做壞事，死都唔肯講點解佢要咁做。咁後嚟我就氹佢啦，我就不如你用啲方法啦，讓佢氹我講俾我聽點解啦。咁原來有一啲嘅原因係同一啲即係男女嘅關係嘅感覺嘅問題嚟嘅咁樣樣。咁最先佢乜都唔肯講，不過後嚟即係我咁樣樣啦嚇。咁理解咗之後，就同訓導主任講：原來咁樣樣嘅，你諗下點樣處理啦，咁樣樣啦，係啦。咁所以係即係教育係一個好有愛心嘅嚇，即係因材施教，慢慢嚟咁樣，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消費咁簡單啊？咁好梁鳳儀校長咧，再最後一次，陣間我嚟分享下你啲人生智慧或者退休嘅生活啦。好啊。